第二高温加上风头，火烧山已经炭烧3天，尚无112人死亡，900人失踪，4万公顷的土地烧了了。东京丰州市场扩大，边仔起一栋丰州千客万来，游客踅去市场了后，就当去边仔吃好料的即文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我来看第二严重的火烧山灾情。第二中部2月初2火烧山，即阵是热人的高温加上风头，火势已经炭烧3天，尚无112人死亡，900人失踪，4万公顷的土地拢总烧了了。为空中画面显示，智利中部沿海都市维涅马尔被烧甲乌麻麻，不止真侪厝烧了了，路边的车也烧甲积存底，灾民等于正做平地家园，唔敢相信一切拢乌有去。Esta era cocina, tenía mi lavadora también acá. Este era baño, se puede ver la ducha, aquí estaba la taza del baño. Acá era una habitación. 这灾民个心听发现，隔壁厝边卖火道生已经互火烧死。Acá tengo vecinas que murieron calcinadas y los cuerpos se los estaban comiendo los perros. Que nosotros, que yo no estudié para eso, que no tengo tampoco el coraje, tuve que tener el coraje de pescar a mi vecina calcinada y taparla para que los perros dejaran de comérsela, hermano. 多是热天的智利中部瓦尔帕莱索大区，初日熊熊爆发森林野火，火势在40度高温加强风作用之下，炭烧到太平洋沿海，维涅马尔等观光大城，为各地来度假游客也遭到波及。目前死亡人数依然在千悬。当局除了呼吁民众避免去灾区，也紧急设置临时医护站，调动医学院学生去支援。智利总统拜祭顺势灾区了后，宣布初5开始全国哀悼2天。Quiero comunicarles que he decretado duelo nacional por 2 días a contar de mañana lunes 5 de febrero, porque es Chile entero el que sufre y llora a nuestros muertos. 这是智利过去10年以来上严重的森林野火，有关当局表示，有161个导火点，其中100已经得到控制，不过几天落来，至少已经烧害4万多公顷的土地，几啊千栋厝，互火烧掉或者是受损，除了下令宵禁加紧急状态。智利总统表示，会派更较侪军队来救灾。公司新闻将回面平息。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最近染到羊血链球菌，嘛，互人号做食人细菌的病患愈来愈多。这侪伙人若是去感染到，可能短时间内就会金肉增加变死肉，致死率3成。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泰国曼谷的空气污染真严重，所以讲当地有公园就设喘气避难所，这内底是有过滤空气的设备，互民众暂时会当数刮清气的空气。英国《Times》报道，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告终，无法度去参加北约的军演，临时改派威尔斯亲王号代替，参与演习的时程去延长着。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华盛顿州有一个查甫人，讲因兜有一粒核弹在关护博物馆，警方赶到现场发现讲，这是一粒生鲜的火箭外壳，这种误会险险啊害规个城镇的人拢总爱疏散。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大头狗遐入侵非洲肯亚，这造成真侪树仔死去，使得无法度秘伫咧树仔后壁掠花条尾，只好就改变习性，换掠这动作较慢的水牛。美国参议院正正公布国家安全追加预算案，这当中是包含48亿美金，是要互印太国家，包含咱台湾用来对抗中国的。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个走去中东，超以下冲突的代志。美国参议院初时公布一项差不多1183亿美金的追加预算案，根据路透社预算案包含军援乌克兰600亿美金，以色列141亿，加红海冲突24亿。另外，还有48亿用伫支持美国在印太重要友伴防范中国，尤其是愈来愈紧张的台海情势。这法案也要强化美国边境安全。美国总统拜登初时特别讲一份声明当中讲到，两党已经达成国家安全协议。
内容感谢美国数十年来上严格甲公平边境解决措施，伊表示强烈支持。不过，选这预算案版本已经通过参议真济摆协商，还佫得到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诺政府。众议院以议长强生为主的共和党议员，议员表示要抵制。另外，佫单独提出一项176亿美金对以色列军援预算案。针对以下战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在去年10月冲突爆发了后第5摆访问中东国家，希望在天会加释放经济这事项有进展。最近拜登政府大大对以色列表现出不满，进前佫宣布制裁对巴勒斯坦人施暴的以色列极端犹太主义定期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就强调，布林肯这摆巴勒斯坦人民的需求会是美国优先处理的问题。差不多1礼拜进前起草的天会方案，包含暂时天会6礼拜要求哈马斯释放经济强化巴勒斯坦犯人。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访问伫乌克兰南部战线的村头罗伯蒂，发奖奖予精帅军人。乌军去年8月大会这区域，最近靠一摆予乌军炮火猛烈攻击。乌克兰去年发动反攻以来进展有限，最近传出泽连斯基想要换军方将领，加政府高层的官员。公司新闻杨眼评报。原来看美国的政治消息，南卡罗来纳州昨日是举行民主党头一场党内总统初选，现任的总统拜登摕到9%的得票率大赢。不过明仔载内华达州的初选就真歹讲，因为这内华达州以往的选情拢是较5分5分，即阵风声讲拉丁裔选民心意无介坚定，对拜登来讲一定是考验。South Carolina has once again given Joe Biden its support in this primary election. 民主党头一场党内总统初选，初三伫南卡罗来纳州举行。计票结果显示，拜登以96.8%的得票率赢过两位对手，众议员菲利普斯甲效率真好的雷记书作者威廉森。南加居民有2成60会伫顶届总统大选10个中有9个支持民主党，所以这场初选也互看作拜登电竞甲会当出伫会议支持的试金石。I've heard, some people this go around that black voters may be a little bit more turned off from him because of how the economy has gone. But as far as I know, black voters are still pretty supportive of President Joe Biden now. 拜登胜出了后，发表声明讲，南加选民为伊开启总统大选胜利之路，伊会搁互川普变做输家。也毋过找到要替内华达州举办的初选，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拉丁裔社群，即马煞传出有煽动的现象。当地民族的警察即马改道开餐厅，会温和施工游玩的观望。I think Biden's done great stuff throughout the years, and it's helped America. But I really do believe that it's time to move on. We got to retire sometime. It's more a nation issue. I mean, his mental capacity seems like it's diminishing. It really does. 拜登伫2020大选中赢的拉丁裔选票是川普的2倍，也毋过目前针对拉丁裔的民调扫落后川普5个百分点。分析认为有部分拉丁裔少年选民已经转向共和党。另外，旧移民也对目前拜登的移民政策感到不安，认为一直涌入的新移民插队抢走资源并无公平。更加重要的是，拉丁裔选民多数是劳工阶级，因当咧为关成本的生活所苦，真侪人对经济现况感觉失望。内华达州意向互民主党人看作是全国拉丁裔选民投票动态的指标。拜登伫内华达州初选表现安怎，也是评估选情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标。公司新闻站回面评论。阿根廷的脚球名车梅西是对球队最近去香港踢友谊赛，现在球迷是讲大钱买门票，门票一场就差价大票44万。结果这梅西竟然是规场拢无就场，这球迷就真不满，画空要退票。香港的政府嘛放掉，要甲6400万台票的赞助隆重退回去。这阵球队的总教练是已经回息咧，讲伊是惊梅西会着伤且不好起哩。另外有媒体指出，因队本来2月初7搁要去日本踢友谊赛，不过这阵电视台赛程表是已经删除啊，风声讲比赛有可能会取消。香港大球场有超过38000球迷来欣赏阿米国际出战香港队的友谊赛。这场比赛焦点除了球队头家支持的贝克汉，当然就是阵中阿根廷脚球大名车梅西。
比赛到下半场，球迷一直喊梅西名，希望能看到这大名车进场，只是到最后原本的欢呼声正做牺牲。就算球迷一直喊，不过梅西不止无先发上阵，一直到比赛结束拢无上场。最后迈阿密国际4-1得胜，球迷不满，真生气，话讲要退票。I was quite devastated. I knew that since it was preseason, he wouldn't play too much, but I thought at least he'd be out there for 20-30 minutes. But to see him not play at all, it was really devastating. And 場波其實大家都睇美斯，而家好似睇港超咁。同睇港超唔一樣，但係俾咗5000蚊睇港超。平時睇港超都係80蚊嘛，今次俾咗5000蚊。梅西一條帶來真大商機，球場周邊餐廳業生意是長長滾。不過這熱情說服結果無去，全球場攏是觀眾噓聲，有球迷前網絡批評，這根本是大型國際詐騙現場。港府甚至發公開批表示，對主辦單位安排感覺真失望，要求對球迷提出解釋。邁阿密國際總教練是喺比賽了後回室裡。強調梅西在沙特阿拉伯的時陣，卡緊到點狀況。La decepción que tiene la gente, les pedimos disculpas, pero ojalá puedan entender que si hubiéramos tenido alguna chance de que jueguen un rato, lo hubiéramos hecho, pero corríamos serios riesgos y por eso junto con el cuerpo médico tomamos esta decisión. 這擺梅西事件就親像甲2019年C羅訪問南韓同款，迄時陣C羅甲意甲尤文圖斯訪問南韓，結果友誼賽也是規場攏無去哩。真想迄南韓球迷最後甚至開始發梅西名來刺激佢。公視新聞鄭偉仁報道。新正年間，若是有安排要去日本遊覽的觀眾朋友，有新的景點通去。我近東京豐洲市場擴大，遊客去西魚市場了後，就當去邊的豐洲千客萬來。這內底是用江戶時代風格狀態，唔但有餐廳會當食好料的，佫會當去浸溫泉，去景觀台看風景，而且這樓尾頂佫會當哪浸腳哪看夜景，24點鐘攏有營業。現行的海產甘點有煮燒、豆條的蔥仔漢堡，日本東京各季節新的景點。我豐洲市場的觀光設施，豐洲千客萬來，1月7日正式開幕，已經吸引未少遊客。I don't normally go for seafood burgers, but when I saw the garlic shrimp, I thought, oh, I'll try that. 这个新设施以江户时代做主题，有70间店进驻，游客不止能食到为附近鱼市买的真鲜的食材做的美味餐点，那西点也可能到24点钟营业，能欣赏东京湾景色温泉、加水疗设施来放轻松。千客万来，今年前就规划设立。完善按算甲丰洲市場到店開業，不過到底塔灣搬到豐洲的過程是真久，後來佫拄着疫情，所以延長到即馬。市場の隣なんで、にぎわいの創出としたらやっぱりすごくいいと思います。これ市場の大事な活気っていうなんですかね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はい、わかります。人が来て。やっぱりそのお互いの相乗効果っていうのはいいと思いますんで、これからに期待はしてます。彼次大環希望新商店開幕，能為豐洲帶來更較濟人潮。因為豐洲市場雖然環境較好，不過依然有部分的人認為，東京新造較欠缺過去獨地黐黐擦擦的老實感。千客萬來，按算每年會迎接260萬人次。開幕了後，已經不少人去參觀，不過要日本民眾願言，內底美食嘅消費相對懸，恐驚少外國觀光客才會來。公視新聞邱van良報道。中國為着讓遊客去東北觀光，是推出民俗主題列車，這車頂的倒巾椅套攏是有東北傳統的花布。乘客閣會當佇咧車頂穿民俗服裝，加做花包水餃。加上真濟人想要去東北看戲，所以講這車票攏已經賣了。穿倒巾龍袍紅綠色的大花布，車窗邊掛環美燈塔，乘客穿花的魚仔，專心佇圍頂懸加紙，甚至閣鬥陣包水餃。中國鐵路最近推出東北民俗文化主題列車，讓乘客這種車就親像佇中國東北部的農村同款。非常棒的體驗，就來東北這一趟最值了。就我這一趟是去漠河，然後在這個就還沒到漠河之前，我已經覺得非常的興奮了。這主題列車往來烏龍港省會哈爾濱甲上北邊的漠河之間，乘客喺車頂除了食當地特色美食，也可以欣賞大洋古典民俗音樂，看甲歡喜，也因家己來表演。
我们就特意等了2天，在哈尔滨玩了2天，然后来赶的这趟车。推出主题列车就是要请大家到乌龙港的冰天雪地佚佗。东北民俗文化列车驶无到1个月，就已经拢买无票了。到目前为止呢，效果非常好，列列爆满，一票难求。中国东北最近大力的推广冰雪旅游，除了东北民俗风，也计划推出冰雪风顶无同款主题列车，吸引更较侪游客。当地政府数据显示，去年11月乌龙港省游客已经超过2700万人次。公司新闻7万人朋友。法国巴黎掌办公投是要甲外地大型休旅车的停车费提悬3倍，1点钟18块欧元，停愈久愈贵。这是算起来，若是入城的外地车停6点钟，竟然都要开大票7000几块，这就引起真侪车主抗议。巴黎人初时以54.5%赞成，45.5%反对，支持市长伊达哥所提出3倍征收大型旅行车停车费政策。未来1.6吨以上的大型汽车伫巴黎市区的停车费，前2点钟起到每点钟18欧元，大约代票超过600，了后汇率也会增加。比较外汇的区域，每点钟停车费也起到12欧元，大约代表400。到时阵，外地的旅行车主若要进入巴黎看场表演、食一顿饭，6点钟落来停车费可能达到225欧元，大约代表7000块。Il y a quand même beaucoup de voitures à Paris et c'est dangereux. Je suis du vélo personnellement, donc voilà, parce que on respire comme de l'air pollué. Donc voilà. C'est-à-dire que quand il faut avoir des sièges auto, des enfants en bas âge avec 3 sièges auto, il faut une grosse voiture et payer 225 € pour le stationnement d'une journée dans Paris, c'est pas possible. 社会党籍市长伊达哥2010年大力建设步行区加单车道，进一步限制旅行车，要打造更加环保、离岸离树巴黎运运更加体贴过路人，加自行车族的措施。不过，伫巴黎生活也是工作的人，计程车司机、店家、卫生工作者，加新兴障碍人士会当下面，预计影响10%的车辆，当年会当为政府增加3500万欧元的税收。支持者认为，旅行车占据上济空间，排碳伤济。发生代志更较危险，限制有理。也毋过真济旅行车已经是油电混合，排碳量比当官车较少。汽车驾驶团体发起请愿书支持自由选择权利，店家也惊新政策损害商机。Donc je suis totalement contre l'augmentation des prix de stationnement. Roule avec ce qu'il a envie de rouler, c'est la liberté. Et maintenant, on est dans un pays où les libertés sont de plus en plus brimées. 这场公投投票率就5.78%，代表130万选民中只有78000人投票。去年4月，巴黎也公投通过禁止共享电动厨房车，迄当时投票率是7%。公司新闻协会长评语。上接看到强迫症的例，就是惊垃圾洗手洗到手流血，也是讲惊门无关、甲事无禁，一直咧检查。这款状况拢是患者无法度控制。虽讲美国即阵有一间大学是利用伫咧大脑内底放装置，压制大脑的活动，互患者会当减少做同款的动作。34岁住伫美国的皮尔森得到强迫症，因为惊喺身边用品无清气，常常强迫家己洗手洗到流血。I would wash my hands every time 3 times, and then it either felt right or it didn't. And if it didn't, I'd have to wash it another 3 times. 皮尔森的镜头伫其他强迫症患者往那有出现，因会设定一个数字，若做无达到这个次数，就无法度停落来。Throughout the day, if you looked at both the contamination and the checking OCD, I could spend 8 or 9 hours of these obsessions, sometimes compulsions throughout the day. 皮尔森当时得到忧郁，有一届医师建议伊伫大脑内底放一款装置，检测引起忧郁的大脑活动，进一步产生脉冲来干扰发作。当时伊电动问医生讲，强迫症敢会当往那用类似的方式治疗？这项提议予医疗团队有新的想法，研发出当时会当治疗忧郁加强迫症的革命性装置。The device is continuously reading the brain. When that signal shows up, you just hit it with a dose of electricity. Like you're playing with the ducks. Each time you see it, you hit the duck.
皮尔森2019年伫大脑放这项设备入去，除了8个月后镜头开始减少，伊原先规工爱用真侪气力做重复的动作，目前减少到逐工敢来出现30分钟。俄勒冈健康教科学大学的研究团队是表示，当地甲其他研究者讨论安怎更加广泛应用这项技术，希望透过新科技，未来会当予美国250万的患者袂阁因为强迫症这么艰苦。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苏慧贵德古拉伯爵是一个爱尔兰的小说家创造的角色，灵感是15世纪东欧的弗拉德3世。不过，这阵上新的研究指出，弗拉德可能是得类火症、目屎有血，才会变作是苏慧贵的形象。天顶乌云坎天，奥地利东部的福克滕斯坦城堡看起来阴阴暗暗，不过也是有专工来者的亲子观光团入去参观。伫城堡内面电视区上出名的就是15世纪的暴君弗拉德3世，真人大岁余为上。伊是爱尔兰小说家斯托克尔所写的《苏慧贵德古拉伯爵》的原型人物。大家虽然爱听苏慧贵的故事，也毋过也知影罗马尼亚历史人物弗拉德3世并不是苏慧贵。Nein, er war kein Vampir. Okay, wie weißt du das? Weil er keine Vampirzähne hat. 弗拉德3世统治的科学是伫现代罗马尼亚的境内，以应用对抗奥图曼帝国大军，互人当作民族英雄。不过，伊执法真残酷，常常用头下尖的叉插犯人，也真做斯托克创作的灵感。Bestrafung als Rache fehlt letztlich korrekterweise muss man sagen, er spießt also die gefangenen Feinde auf und lässt sie auf der Straße zu seiner Hauptstadt letztlich als mahnendes Beispiel und Abschreckung dann auch eben links und rechts der Straße stehen. 真人的弗拉德3世甲虚构的德古拉苏慧贵，互人分袂清楚南美讲的原因，还有一个，根据意大利团队8月发表的研究，专家用科学的方式检验弗拉德3世亲手写的批信，发现伊在生的时阵可能得到一种叫做类火症的疾病。伊目睭伫咧流目屎时阵会流血出来，更加互人认为伊是苏慧贵。还有一个原因，互大家甲两个人男做伙，就是60年代罗马尼亚共产政权开放边境的政策。Nu exista nicio asociere între personajul lui Bram Stoker și Vlad Țepeș. Da? În al doilea rând, asta a fost dezvoltată foarte mult pentru piața occidentală în timpul regimului comunist pentru a atrage turiști. 斯托克的德古拉公爵故事的场景是设定伫咧罗马尼亚的外西凡尼亚，迄当阵的共同政府领导人西奥塞古，伊无用苏联的封锁政策，为了要发展经济，伊开放观光，所以有真侪斯托克的资本来遮观光。外西凡尼亚也因此变作苏慧贵的故乡。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